3年之後又3年，幾多個3年先係45年啊？哇，45年喎，梗係又講呢啲。八國空島食早餐麻煩，其實香港人仲麻煩啦。小甜酒、甜小冰酒、冰奶酒、茶酒、啡酒、飛沙酒，石喺 7飲啖茶，嗱臨去扮返工先啦。飲啖茶食個包，一個飯團三文治，加埋個撈麵醫肚，咁先襟撈啊嘛！如果台風飯團咧，距離我哋香港咧就200海里鐘。媽媽個主人瞓咗喺度啊！打波先嚟10號，就算個天唔 like 你啊，星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仔8、9成都梗係10福你。覺得空虛寂寞同凍，幻覺嚟嘅啫，嚇你唔到噶。哎呀，少嘢都咁多選擇，何況男朋友啊？好好地叮隻髀食下個甜品，有咪感情問題，一律建議分手啦。今晚11點你會做啲咩？做咩啊？唔准諗啊，即刻答啊！通頂 OT 啊，定啲嚟！24771梗有一間喺左近 ，7由1981年開始247一直超前部署，先可以帶嚟最 firm 最屈機嘅7仔網絡，仲不斷貼地低空創新，點止俾你咁簡單？梗係99.9%嘅香港人聯繫香港地，發掘更多可能。7-Eleven 45年，梗係我哋。特別號碼係45號。Happy birthday to me！